叫發展勞工農中學嘅學生，我係張嘉文。今日我要講嘅主題係以禮為樂和顏悅色。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喺重要嘅場合，因為唔認識禮儀而感到尷尬呢？又或者有人過分長意，令你覺得唔被尊重呢？其實禮就好似一條無形嘅橋梁，等人與人之間關係變得更和諧，亦唔至於因為冒犯而感到矛盾。你知道拱手禮嗎？呢個看似簡單嘅動作，其實源自於周禮，象徵住尊重同埋謙遜。古時候，每個身份嘅人都有唔同嘅禮儀，就好似清朝嘅三跪九叩之禮，係緊見皇帝時候最高嘅敬意。呢啲規範令社會有秩序咁樣運行，確保尊卑分明。但隨着時代嘅變遷，禮唔再係尊卑嘅界限，而係一種令人與人之間關係變得更合嘅智慧。孔子曾經講過：禮之用，和為貴。呢句話其實充滿哲理。想像一下，我哋嘅生活就好似一支交響樂隊，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嘅旋律同埋音色。如果冇規範同埋節奏，咁就會變成一團混亂嘅噪音。而禮就好似指揮棒，等大家各司其職，協調出動人嘅樂章。到咗今日，社會發展一日千里，個人主義盛行，每個人都似獨立嘅星球，喺宇宙中競爭光芒。但如果唔係有軌道規範，各個星球就會相撞，形成混亂。禮就好似呢啲軌道，咁每個人都可以喺適當嘅位置運行，互相尊重，人失個性。所以現代社會仍需要禮儀，但唔係繁瑣嘅形式，而係能真正拉近人心嘅規範。我哋不必拘泥於奢華嘅形式，但應該珍惜內心嘅真誠。畢竟比起空洞嘅形式，真正嘅禮係一種尊重同埋體貼，一種可以令世界運行得更順暢嘅智慧。多謝。